嚟，有冇手細啲嘅姊妹先？例如從48、49到54圈口嘅。好似阿靚面前呢一排手啊，真係每一隻嘅話總水顏色都非常之在線噶，就係圈口細啲嘅啫。呢條冰黃皮咧，總水仲清透過純淨水啊，一抹溫柔嘅淡黃咧，輕輕落喺手腕上邊，好似暖陽曬喺冰面咁樣。再加上兩縷金絲綠飄喺其中，唔張揚又唔俗氣，自帶貴氣同埋溫婉，上手顯白咧又提氣質。呢條冰飄綠咧，底妝乾淨通透，飄住兩縷清新淡綠，乾淨得嚟咧又靈動，綠得清雅又唔濃怨，自帶東方女性嘅溫婉雅致啊！呢條冰飄綠咧，底妝水潤通透，半圈淡綠咧自然舒展，留白更加之高級啊！最緊要嘅係唔揀手型，唔揀膚色。呢條藍綠花咧，好似雲霧輕飄，意境感十足啊！咁顏色清高得嚟咧，冷門又夠高級，唔揀年紀又唔揀穿搭，上手溫柔得嚟咧，又有氣質，好有嗰種港風輕車感啊！呢條滿綠情底飄一抹洋綠翠色咧，整體乾淨通透，咁色澤咧又夠柔和雅致，日常佩戴起身咧顯白又顯氣質。如果有手細嘅姊妹咧，一定要過嚟執呢個漏啊！咁圈口咧從48到54嘅，咁如果又啱圈口又啱心水嘅姊妹咧，就同阿靚講翻句，我要一條，阿靚幫你安排。